香港中學生究竟需唔需要學習理財知識呢？答案得一個啫，就梗係要啦。要知道而家香港資訊咁發達，金啊、股票啊、crypto 啊，撳個掣，所有嘢、所有知識、所有圖表彈晒出嚟㗎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香港返學呢，學校俾大家嘅理財知識呢係唔夠全面嘅，同埋呢學生一個禮拜返5日學，喺學校嘅時間仲多過喺屋企啊。其實學校同埋家教會係咪有義務俾我更加全面、更加好嘅理財知識俾學生呢？1年前，我喺全香港嘅中小學舉辦咗19場嘅理財講座，講解咗正確嘅理財概念。有好多嘢呢都有心學，唔怕遲嘅。唯獨理財唔係，你唔理財，財就會唔理你㗎啦。睇緊呢條片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 share 出去 ，send 俾學校、家長甚至家教會，等我哋可以考慮展開一個更加全面嘅理財教育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關於理財講座或者需要我做顧問嘅話呢，歡迎聯絡我啦。